新大病院在急症照護團隊是由醫師、護理師甲藥師共同組成，主要受理包括肺炎、鼻兒道感染等。病人在經過醫師甲護理師的評估，生命正常穩定，符合收案的條件，就用在厝內接受完整的照護。而藥師的部分，主要負責劑量的審核、藥品適當性、是不是重複用藥等檢視。這個照護的話，就是由藥師去把藥品跟團隊一起到病人家裡面去做一個照護，那把藥品帶到病人家中，然後施打抗生素。那有收納就是像肺炎、泌尿道感染以及軟組織炎的感染症這樣子。那藥師的部分的話，就是除了幫醫師這邊把藥送過去之外呢，還是有幫忙做一個劑量的審核。好，另外就是藥品的適當性，以及說病人在家裡面服用長期的藥物的話，幫他做一些檢視，那有沒有重複用藥的情形啊，或者是不適當用藥，或者是給藥不恰當的一些情形，可以幫忙做一些審視這樣子。藥師在實際走入病人的厝內，除了會用個搭建照護現場，甲着病人家屬的需求，嘛會用個提供正確的衛教，減輕病人家屬照顧的負擔。互居家照護藥師不只是藥品的提供者，而是陪伴病人甲着家屬，做伙完成居家治療重要的一環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